一個小故事。一個年輕人喺路上同佢喺大學時期嘅教授巧遇，教授關心咁問佢：近來點樣啊？個年輕人就開始將自己離開學校，進入而家工作嘅公司之後，所有遭遇唔順利嘅情形，一五一十咁同佢呢一個老教授盡情咁傾訴。教授好耐心咁聽住佢嘅抱怨，好唔容易先等到呢個年輕人告一段落。老教授於是點點頭就話：睇嚟你嘅狀況似乎唔係好理想啊，不過重要嘅係，你有冇諗過要改變呢一種現況，等自己過得好啲呢？年輕人就話：我當然想要過得更好啦，教授，咁有冇咩要訣㗎？教授神秘咁笑咗一笑，話：的確有嘅。你聽日夜晚如果得閒，咪嚟呢一個地址揾我咯。跟住佢就俾咗張卡片呢一個年輕人。第二日嘅夜晚，年輕人嚟到教授住嘅地方，喺一個市郊裏面一處好簡陋嘅平房。老教授見到呢一個年輕人，好高興咁喺屋外面擺咗兩張凳，要佢坐低一齊傾偈睇星星。不過年輕人好似冇乜耐性，講多兩講就好想教授快啲話俾佢聽點樣可以令到自己過得更好。老教授微笑指住天上面星星話：你可以數得清天上面有幾多星星嗎？個年輕人拗下頭話：梗係數唔晒啦，呢啲同我有咩關係啫？老教授望住佢，語重心長咁同佢講：孩子，喺日頭嘅時候，我哋見到嘅最遠嘅嘢係太陽，但係喺夜晚，我哋可以見到超過太陽億萬倍距離以外嘅星體，而且唔止一個，數量係多到數唔清。年輕人好似若有所悟，佢時而抬頭望下星星，時而低頭沉思，諗住教授所講嘅嘢。老教授繼續話：我知道你嘅處境唔順利，但如果當你年輕嘅時候就已經一帆風順，終其一生，你都只不過可以見到一個太陽咋。重點係，當你嘅人生進入黑夜嘅時候，你係咪可以睇到更遠更多嘅星星？你明唔明白當中嘅意思啊？如果你仲未領略到的話，慢慢去諗下。